多。厝价悬，贷款是排不完，为着要减轻民众负担，内政部6月初1要开放网络申请厝贷补贴，合资格民众伫今年12月29进前去填资料，核定了后，3万块会做一届拨入口座，头一批上紧7月初就会领到。厝价悬，民众房贷期数愈久愈长。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显示，去年第4季增加房贷期数达到297个月，来到24.75年，佫创历史新高。为减轻中产族的大负担，若是国内自用自提贷款好就一间厝，而且贷款无歹销，台北市的厝原始核贷金额伫850万以内，其他地区伫700万以内，110年家庭总所得120万以内，房贷基准值伫今年1月18以前。6月初1就进网络申请房贷补贴。你只要输入申请人的基本资料，经过审查符合资格之后呢，支持金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直接存到你借款人约定的缴纳贷款本息的账户之内。因有厂强调，这专案仅能伫内政部营建所官方网站申请，专程用线顶没有任何简讯、电子邮件甲电话通知。预计会有55万户受惠，上紧7月初到第一波审核通过，民众领到3万。只是伫启动贷款支持专案的同时，有外开始质疑，中央执政晚7年，社会主体政策推动户数却无到10万。现在我们跟住都中心是以每年15000户到2000户到2万户的速度再往前推进。那到目前来讲，住都中心发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000多户。到明年，我们估计我们在直接兴建的部分12万户是没有问题。非6都再加进来，我们一年可以冲到2万户。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明年也可以达成包租贷款8万户的标准。营建署强调，会继续起下梯，佮配合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这政策，分阶段慢慢执行甲落实居住证期，按算会伫2024年底有希望达到20万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